这种味道，你果然还是关心我的。老板，您不是说您不吃吗？这谁送的啊？前台。那你去问问前台谁送的，把那人给我叫上来。嗯。这个谁让你送的？是不好吃吗？我在问你是谁让你送的？没毒，我保证。哎呦，我没说这个有毒，我问你是谁让你送的，你把那个人给我叫上来。他也不让我说呀。你是听不懂我的问题吗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。说了我就是背叛朋友，不说我要被砍了怎么办？我给你3秒钟时间。3、2、1。这饭里有毒！哎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！小袁，小袁，哎，小荣，你死了，快来医院啊你！哦。死了！这次真的死了，怎么办呀？怎么还中毒了呢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小袁，你干嘛害我呀？我干嘛害你啊？那你就闪害温经理。哎呀，小袁，我知道你在他手底下受了委屈，可杀人这是犯法啊！温经理怎么了？是的，你的饭中毒了。啊！在哪？803。冷静，龙小荣，我们先来算一下，按照现在的量刑标准的话，这算是过失杀人。过失杀人的话，哦，不对，我算是协助杀人。协助杀人的话，应该是判5年。如果表现良好的话，最多就判3年。可3年之后我就有污点了，怎么找工作啊？你没事吧3年以后我就28岁了，这监狱里面会不会很干啊？会不会老得很快？我要不要带点保养品进去呢？你还真是深谋远虑啊，连狱中生活都考虑好了。杀死老板这事儿吧，大家心里都有过，可是做的不爽一下就好了吗？小袁怎么能付诸行动呢？哎，你没事啊？我再也不会让你逃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干嘛把门关了？为了防止你再次逃跑啊！你这是非法囚禁，你知道吗？给我把门打开！裴修哲不是已经把你甩了吗？你干嘛还跟他在一起啊？你们俩现在什么关系？你问这么多问题，我先回答哪一个？我警告你，我不许你再给我玩消失，不许你不接我电话，不许你见到我就跑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上司啊！我未婚夫还是你顶头上司呢，自己有危险都不知道，5大3粗的。你以为我会怕吗？总之，我刚才说的那些，你好好执行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还威胁上我了？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啊？谁的地盘啊？总之，不是我的地盘，当然也不是你的地盘，所以我们好好找个自己的地盘，好好说，行吗？哈。你是怕被老男人知道是吗？那我们可以悄悄说。时间滴滴滴滴答答过，岁月到底偷偷偷走了什么？我还剩下什么？大雨一直
是哗啦啦的下，倒映在水里面最美的脸颊，是我深爱的你呀。等待就像映红海天一线的晚霞，无尽的美好，我只有那么一刹那，向往的一刹那。你咬我干嘛？你亲我干嘛？看你刚才不是挺享受的吗？我那是没反应过来，我是出于惊恐，你是出于什么？我是条件反射。月月，我喜欢你。你可以不用回答，我已经决定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搬到这里来住。我要跟你慢慢的培养感情，直到你喜欢上我，你愿意跟我坦诚相见为止。你这是在公然挑衅自己的顶头上司吗？没错。我跟你说啊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么高位，他肯定是有手段的，不是咱们这种平头老百姓能与之抗衡的。你可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！干嘛？干嘛？桂姨，哎，你听好了，我要开始追求她。那个桂姨啊，他开玩笑的，你别搭理他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没事没事，回头我转告他一声啊。行，那今天我就住这儿了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不介意，反正我们家近臣也不在啊，住吧。这么随意的？怎么样？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都这样了，我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了呀。你不走，我走好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去小荣家。既然你想待在这儿，你就待在这儿吧。你们俩还可以互相照顾一下彼此，联络一下感情。我是要看住你啊。看住我？我长这么大，能看住我的人我还真没见过呢。那你就试试吧。我给桂姨塞红包了。桂姨！如果你还想去的话，我随时奉陪。你怎么了？这样下去也不行啊，万一真碰到老男人回来，怎么收场啊？好久都没有看剧了。没想到现在的言情剧还挺好看。你这样是在自我毁灭，知道吗？公司有多少员工等着你领导呢？自我毁灭不也是自我塑造的过程吗？那你慢慢塑造吧。嗨。好歹我也住了这么久，也算是半个主人了吧？居然还想把我关住，长那么帅，智商坏的。哼！可这事总得有个了断吧？我这么逃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况且，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，实在是太不仗义了。不行，我得回去解决。解决？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吗？对哦，你又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还不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唐。逃避虽然可耻，但是很有用啊。
袁思雅，站住！师傅，快开车！谢谢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是不是傻？你不是说要去龙小荣家吗？怎么，你现在还想上去吗？走。哎呀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输了，我没跟你玩。这就是对你耍赖的惩罚。你就那么反感我吗？我只是怕温敬晨回来了会误会。你怕他误会干嘛和裴修哲去酒店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别光怎么知道，你跟他去酒店干嘛？难道是温敬晨？你还好吧？你有没有受伤？让我看看行不行？你有没有受伤啊？你在说什么？你有没有受伤？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算了，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。离你远一点？那你干嘛要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啊？我有我的隐私啊。是，你可以有自己的隐私，但是我看见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我就很不爽，尤其是你还隐瞒我。今天晚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不许对外说。如果让我知道了，你懂的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啦。不是。你这人，我都说了，你离我远一点啦。不是，你干嘛要躲啊？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啊？我都跟你说了几百遍了，离我远一点，离我远一点，你就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吗？总把自己的喜好凌驾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有那么严重吗？我什么我啊？明明知道我是有未婚夫的人，还得搅和进来，你非得让温家撞见你才善罢甘休嘛？你不爱工作，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那你好歹考虑一下别人啊。温家财大势大，我只是不想我的家人被连累，安安稳稳的把约解了，你非得把事情闹大嘛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其实我……算了，我们互相冷静一下吧，暂时先不要再见面了，你走吧。走啊！什么事啊？你准备帮我们天一亮一边多久啊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和文总您对一下进一步的方案呢？这才刚开始几天啊，项目部已经开始着手了，你们用得着这么着急吗？那肯定啊，我哪知道你是不是又被那纯真的感情给耽误了。我只是适当的提醒你一下而已。没事的话我就挂了。你可别忘了，这次的合作，你爷爷看得有多重，不要把心思放在没用的地方上。还有啊，我看那女孩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你看，为了一个女人失去理智，你看我做什么？吃醋了。我会浪费时间在吃醋这件事情上吗？你知不知道你的眼神已经把你给出卖了？不过你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会很担心你。一个女人如果把感情看得太重的话，我是一般的女人吗？好，保持你现在的这种自信。不再对一下合同吗？不看了，相信你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你什么时候在这里站着的？不就
不小心听完整通电话啊，不过我瞬间都忘了。哎呦，怎么了这是啊？你说怎么了？被赶出来了呗？你说你们这剧情，那怎么就这么曲折呢？那说好的大结局呢？我们互相冷静一下吧，暂时先不要再见面了。你走吧。桂姨啊，他好像真的生气了。那么好脾气的人都被您给整生气了，优秀啊！哎，你说这一般女人生气啊，你买个包，那再大的气也就消了。可是这小圆呢，一看就不是一个包能哄好的呀。确实是我太冲动了，我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可是他也太理直气壮了吧？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事已至此，不如我们就破罐子，哎，破摔。好巧啊，又见面了。怎么又是你？主管有规定，只能招待你一个回头客。那女的自己喝半天了，去吧，不用谢。不欢迎我？你不是喜欢把妹吗？老在这儿和我较啥劲儿啊？该不会你刻意想要接近我吧？你说对了。上次你跟我讲了你的故事，这次是不是也该轮到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了？这种事儿有来有往。你是说有人在追你女人的事吗？这个人跟你很像，也是个痴情种，但是他总是会去打扰我跟我女朋友的正常生活。像你这一类人，对感情都那么执着吗？爱一个人，为什么不能执着？这是爱，这是第三者插足。爱情不分先来后到。你很有经验啊。我喜欢的女人她躲着我，我连原因都不知道。既然躲着你，就证明不爱你，人家根本呢就不想见你。你不会一直纠缠下去吧？有什么不行的？谁啊？是他。你先别过来。怎么了？我听着你好像有点咳嗽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不用了，你坐好就行。我原本以为温经理是个人才，可没想到，竟被你迷成了一个傻子。不是让你拖他下水。谁知道他眼光那么独特，要选我啊？给我个解决方案。我走，我明天就去办离职手续。谁让你去办离职了？你放心，我自己惹的麻烦我肯定会解决的。但是你千万不要殃及无辜啊！这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是我想尽快的赚到10万块钱，所以才找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。
这道歉能挽回我们公司的损失吗？那我要怎么补救啊？我要你帮他拿下城关商业区开发权的案子。我好像也只能拖他后腿吧。将计就计，你不会吗？我不会。你不会，我教你。你就用美人计。你是让我勾引他？这水能载舟呢，它亦能覆舟。你要是不能帮他证明自己的能力，那我一定不会饶过他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老拿这个威胁我呀？哼，好好考虑考虑吧。哎。听说你要帮温经理完成目标啊？嗯。你觉得这事儿有可能吗？当然有可能了。但是根据这段时间我对你业务能力的观察来看，这事儿吧，可能性极小。我是说真的，他是因为我才被上级领导批评的。他这业绩要是再上不去，估计就得卷铺盖回家了。而我作为他的助理，也得失业了。那不行，温氏集团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挤不进来的大公司，小袁你可不能失业啊！你放心，我用尽我所学的法学知识，帮助你。我要你的法学知识干什么呀？我呢，其实就是想要你帮我去看看他。又偷看啊？上次便当的事儿他还没找我算账呢，自己去呗。我这不是刚跟他说的，暂时先别见面了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伤了他的心。你俩恋爱了？不可能，我和他只是我的领导。小袁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女人当自强，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情。金子到哪里都是能发光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不要老是去想那些 fast pass， 没有用。是。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望，所以你可以答应我吗？好的，老板，您说的话我一定照做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一人分饰两角儿，自己做坏人，成为自己感情上最大的敌人，棋高一招啊！小实习生，注意你的措辞啊！什么小实习生啊？你好像很怕我的样子。你别过来！我不是怕你，我是眼里容不得沙子。所以说我是傻。请问您有什么事吗？我说了别过来！我来找温经理，他在吗？很明显，他不在。有什么事儿，我可以替你转告给他。那袁助理呢？很明显，他也不在。啊，我是你们袁特助的好朋友，我来看看他是今天上班没有。哦，好朋友。不仅小袁没来上班，连带着我们温经理好几天没来上班了。温经理最近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，刚才还打电话跟我说，未来要请1个星期的假。1个星期的假？请了1个礼拜的假。没错，说是受了什么刺激，心情低落。
哪位？是我。你现在在？喂，月月。魏俊哥，温经理请假了。对，昨晚他给我打电话说要请1个星期的假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我不太好说，他好像也不太愿意见人。啊。但如果是你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老板，选已经过来了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准备？还要准备什么呀？我是说心理准备啊。虽然说您的演技已经可以差不多拿奥斯卡了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小袁知道您这么忽悠他，那会不会……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做事情不要那么瞻前顾后的，只要过程是美好的，那么结果就不会太差。没错，您教训的是。追妻一时爽，一直追妻火葬场。晚上好。哎，大姐，这间房的顾客是出去了吗？这个呀，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开着勿扰，我们连打扫卫生都没进去，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。那你能帮我开下门吗？我们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的。我不是陌生人，我是他女朋友。我从昨天晚上就一直联系不到她，我现在很担心她，我怕她会不会出点什么事。那我也不能给你开呀，除非你能证明你是他女朋友。那他叫什么名字啊？Sun。啥人儿？Sun？英文名。啊，那他中文名字呢？中文名啊？你连他中文名都不知道，还说是他女朋友呢？小姑娘，你是不是被他骗了呀？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不思进取的青年男子，专门骗纯情小女孩，就是那大家说的那个渣男。尤其是这种长得帅的，你可要多提防点啊！好，谢谢大姐，谢谢，谢谢。怕光，酗酒，颓废。你还好吧？少喝酒，喝酒伤身体。对啊，英俊你那垃圾，我不配。自我评价障碍。你来干嘛呀？不是说不要见面了吗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真的没事吗？真的没事。那你没事为什么不去上班呢？我没事干嘛去上班啊？我就是一个 loser。自暴自弃，这不就是典型的抑郁症症状？哎，宁浩，
了吗？要不要我给你叫外卖啊？完蛋了，这不会真的得了抑郁症了吧？对待抑郁症患者，就要真正走进其内心，给予他最贴心的照顾和最真诚的陪伴，陪着他一起走出阴霾。温经理，晚饭时间到了，我给你点了我最爱吃的养生牛骨汤、香芋排骨，还给你搭配了甜甜的西米露，相信你吃了之后一定心情愉快。喂，你发的文件我看过了，不通过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你看你都1天没吃饭了，别到时候你那么好的身材，肌肉都给饿没了，得不偿失啊！我知道你对我很失望，如果你实在不想见到我的话，那我一会儿先走啦。饭在外面，你记得吃啊。我先走啦。我给你盛汤。我去，好香啊！不行不行，忍住忍住。温经理，吃饭啦？嗯。一看你就是饿了吧？你现在这个情况啊，就是身体饿了，但意识上却反应迟钝。这意识和身体一旦不统一啊，自然而然也就导致了你现在厌食的情况了。哎，那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不放心啊。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？不用了。你不用避嫌，我和温敬晨已经达成共识了，他已经同意我留在公司继续辅助你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是同一战线上的伙伴，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相信他会理解我们的。不去。那我陪你在这儿住吧。男女授受不亲。我可以睡沙发。嘛呢？失眠。那你坐在沙发上干嘛？我害怕。抑郁症患者最需要的是陪伴，最害怕的是夜晚。一旦到了晚上，便会情绪低落、失眠、恐惧。切记，你一定要注意他的每一个行为。深夜是最危险的时间段。果然，失眠、情绪低落，一样没跑。你可以抱抱我吗？这，你不是说男女授受不亲吗？无情的人总喜欢把白天说的话当成夜晚拒绝别人的借口。哎，我困了。要不你回房间睡吧。我害怕。睡吧。来，跳啊，跳起来，像我一样，这样，蹦起来，举起手，跳啊！
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僵啊？放松，放松跳，放松跳。哎呦，这，行了。你呀，就是太老实了，知道吗？酒吧这种地方不是你来这儿喝闷酒的，酒是要喝，但是喝一喝，跳一跳，你身体里面的酒精才能挥发出去，知道吗？你还真挺会养生啊你，喝酒还顾虑自己的身体。我年纪大了，酒也喝不动了啊，所以我现在一般来酒吧啊，都是有目的性。你倒说说看，怎么个目的性？泡妞啊，这么多美女。那你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哎，我今天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我泡妞，我今天的目的是帮你泡妞。我省得你再沉浸在你那无法自拔的小情绪里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在这安静的喝酒吧。嗨，哎，你看隔壁桌那女的，盯了你一个晚上了，你过去跟她打个招呼吧。哎，算了，算什么算啊？是不是爷们儿？走，啊，哎，走。哎，美女，一个人吗？是啊，介不介意我们两个一起？不介意。坐。哎，是这样的，美女，我朋友呢想跟你认识一下。好啊。你看人家美女多大了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两个互相加一个微信怎么样？好。太好了，手机拿来。哎，不用。来这儿干什么呀？磨叽。我扫你啊。好。哎呦，这名字好听。你是干投资的还是干红娘的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没事，他可能今天喝的有点多了，不好意思，反正微信已经加了，回头你们单独私下再联系啊。不好意思。哦，对了，这桌我买单啊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啊？人家那姑娘一看就是不怎么出来玩的，挺好的。你到底喝不喝你？喝，没劲。你干嘛呢？哦，我是想悄悄的告诉你，我饿了。饿了。慧涵饿了。没想到这家的早餐真的挺好吃的，这豆花非常嫩，尝一尝。怎么样？好吃。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啊。那我们回去上班吧。
你陪我？当然啦，这么大的难关，我会让你一个人面对吗？可是某些人跟我说他是有未婚夫的人，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吧。他呀，他能跟你比吗？啥都不行。什么意思啊？说白了，我和他就是一纸合约的关系。可是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们两个是什么？是一起经历了失败的人啊。所以你甘心认输吗？甘心就这么被那个啥都不行的老男人一辈子踩在脚底下吗？你怎么总是要强调他啥都不行呢？他本来就啥都不行啊。你这么生气干嘛呀？我不过也只是不想让他再欺负你。真的？真的。所以你必须努力起来，你必须得证明你自己，你要努力的走出自己的瓶颈期，这样我才能顺利解除婚约啊。原来是为了自己啊。那我们一会儿吃完饭就回公司上班怎么样？人生的瓶颈期啊，不进则退。我现在呢，是上也不是，下也不是。怎么会呢？我这不是在拉着你往上走吗？你自己吃吧，突然不饿了。什么情况？其实我可以自己来的，何必麻烦温董陪我走一趟？其实呢，他平时啊很少回来看我，只有我来看他了。温董好。董事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是想让俊辰呐陪着叶总把咱们公司的环境熟悉一下。啊，这毕竟以后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是。哎，俊辰呢？老板出去了，见客户去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没说呢，晚的话可能就不回来了。要不我打电话催他一下。啊，不用了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温总工作要紧。行吧，请吧。站着干嘛呀？啊，上来呀！我就先不上去了。哎呀，我是让你上来照顾客人，上来。好。一会儿进城回来啊，咱们有些事情再商量商量啊。来，你的咖啡。哎，注意点都市丽人的美感好不好？嘴张那么大，这么困，昨晚干嘛了？我昨晚几乎一夜没睡。不睡觉干嘛？伺候大爷。伺候大爷？咦，小袁，你大爷是伺候温经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昨天去到他的房间，我就敲门，不开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你要不要喝口水啊？不喝。吃饭吗？不吃。跟他说什么他都不想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和温经理昨天晚上睡一块了？这不是重点啊，这还不重点啊？重点是他说翻脸就翻脸了。说翻脸就翻脸了？我不跟你说。不是，那你说吧，他好好一个人怎么说变就变了？是这样的，我今天看他脸色好一点了吧，然后我跟他说，哎，要不然你跟我回去上班吧。结果一提上班，那脸色就变了。要不然你带他上医院瞧瞧吧。我也想啊，可是他今天直接就把我锁在酒店门口了，我现在想见也见不到他。好，你看啊，不仅讳疾忌医，而且不肯见人，你说他不会想不开吧？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大姐，帮我把门打开行吗？我男朋友在里面，我怕他出事儿。我说小姑娘啊，你听我一句劝啊，这个男的一看就是在忽悠你，他每天都要生点事儿。不是，
脑子有问题，我怕他想不开，求求你了，帮我把门打开吧。啊，行行，我帮你开门啊。哎，谢谢。那你还讨厌我吗？讨厌啊。那你以后不许不接我电话，不许再看到我撒腿就跑，不许不理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不要像个小姑娘一样要死要活就行。我饿了。好好，吃饭。我要你做给我吃。做，想吃啥都行。桂姨，哎呀，小圆姐，你可回来了啊！我都想你。桂姨啊，温经理说来看看你，顺便吃个饭。啊，我跟温经理那都老熟人了，你别说吃饭了，你住2天也行啊！就住桂姨那屋啊。桂姨爱开玩笑。你们快点坐啊，我去给你们做饭去。没事，我去做就行了，你回去歇着吧。你做呀？啊？突然好困，我要先睡会儿啊！没事别叫我，我要睡上12个小时。走吧。哎呦，坐下，好好坐着就行了。多吃点，来，就当在自己家一样，别客气啊。这个好吃，你尝一下。你去哪儿啊？睡觉啊。这边。师傅。哎，行了，过来吃饭吧。我给你做了早餐，这样可是我第一次亲自下厨给别人做饭。啊，是吗？你还愣着干嘛呀？赶紧坐下吃啊！吃完上班去。哦。你要去上班了？对啊。只是你现在的身体状况……哎，没关系，有你陪着我，我信心满满。太好了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对了，快尝尝我给你做的。啊。哇。好吃，好好吃。好吃以后天天给你做。好吃。
你看你一来公司就精神，说明你还是热爱工作的。那是因为有你啊！你可答应我了，不许再乱跑了。放心吧，我呢就会好好为你加油打气。有监控啊？怎么，你不想为我加油打气了？哎呀，我答应你的，我肯定会做到的嘛！好好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好，那让我们一起加油吧。老板，叶总等你很久了。哦。小心。你还真把他给找回来了。你也看到了吧，我现在很幸福。我要和他公平竞争。她现在是我的未婚妻，这已经不是一个公平的起点了。我不在乎。我在乎，她会全程在我身边。我不希望她对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，所以请你慎重地考虑一下我们的合作。温总，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。我们两家公司联合才能使利益最大化，你也很清楚这一点。一切照常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叶总慢走。天才少女袁思雅，虚名，虚名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莫名其妙。你好，一杯美式打包。好，2杯，1杯打包，1杯在这喝。好的，再来1杯卡布奇诺给这位女士。好的，小姐。叶总，方便聊一下吗，袁小姐？叶总找我有什么事啊？那我就开门见山吧。我希望你离开温氏，否则这次的开发案我会考虑退出。什么节奏啊？没有你，这次成功的几率是99.9%，没有天一，成功的几率可能不到50%。你这么跟我说，难道是因为温经理？你以为我把你当威胁啊？你想多了，我纯粹就看你心情不好，怕你因为情绪影响工作。哼，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吧？那我当亲爹就直说呗。我相信你应该知道这个里面的利害关系。你会希望看到温氏因为你而受这么大的损失吗？你和温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相信你一定是个聪明人。威胁我？怎么了？叶总是温经理的前任。你听谁说的？你啊，你上次说的。哎呀，初恋嘛，就相当于是过去式，过去式和现在式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那叶总就是温经理的过去式，天一是温氏集团的现在式。你要这么说也对。哎，你这咖啡还没送过去呢。
滥用职权谋取私利，身居高位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了吗？那条鱼还有没有一点职业操守啊？嘘，小声点。小圆圆，你千万不可以怂啊！我没怂啊，我哪像怂的样子啊？那好，我们现在去找温经理讨个说法。算了。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站在公司的立场想问题，不能那么自私。万一我去了，人家真的跟温氏解约了怎么办？怎么可能？他明显就是在针对你，他不是在针对公司啊！我知道他是在针对我，所以我更得顾全大局。冲动是魔鬼。我就是气不过。你都想好了？我想好了。我走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又不热爱这份工作。我就是担心温经理知道之后，会不会被我气得抑郁症复发呢？你居然主动请我吃饭，还在这么高级的地方。我知道我平常有那么一点点小气，所以说今天弥补一下你。想吃什么随便点，不用在乎价钱。难道这丫头真被我吓傻了，钱都不在乎了？行吧，看在你最近照顾我这么辛苦的份上，这顿饭我请。我请，我说了我请就我请，只要你开心就行。这里消费很高的，只要不是58000都可以。我是你上司，怎么能让你请我吃饭呢？我这不是要辞职了，表达一下我对你的歉意吗？先生小姐，要不要先点餐？你说什么？先点餐？我没问你。你先忙，一会儿来点菜。你刚才说你要辞职？我知道我言而无信，很不地道。可是我看你现在状态也还不错啊，我好像除了帮你加油打气，也帮不到你嘛。可是加油打气它也是一种能力。总之，我不允许你离开。啊。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？怎么可能？我这沙包大的拳头，谁敢威胁我呀？啊！行吧，让我再考虑一下。温晋城要是知道我把工作辞了，会怎么想呢？可是他不是只要温经理能够达到业绩就行了吗？我在不在应该也无所谓吧。可这温晋城每次神出鬼没的，又不务正业，公司都不带来的，我要怎么找他谈解约的事呢？我得找桂姨把他约出来，好好聊一聊。这熟悉的操作，这熟悉的味道。我刚好有事想找你。什么事啊？是不是只要温经理能够完成，我们的婚约就能结啊？没错。那我辞职就是对温经理最大的帮助。什么意思？温经理的初恋来找我啦，给我下了通牒让我走。虽然我挺不爽的吧，但我回头想一想，我觉得他说的也挺对的。与其让我耽误他，让我影响他的情绪，还不如眼不见为净。就因为这个啊，所以说为了大局着想，我觉得这点牺牲我还是可以做的。让我走吧，我私底下一定会为温经理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。不可能，我说了，我不许你离开。总之，我不允许你离开。我最讨厌言而无信的人。总之，这个案子结束之前，你不能离开温氏，否则你这个婚约这辈子都别想解除。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开灯啊？因为停电。啊，这么巧啊，每一次都停电。
不过没关系，我有手机。让开！哎！咱们跑什么呀？不知道跑什么，跟我跑干嘛？我这自己家里跟做贼似的，你说这？还有啊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开灯了？我这不是看家里灯亮了吗？我就救什么救？你不知道突发情况吗？跟你说了，15分钟之内，谁拿刀架你脖子上，你都不能开灯。你不知道你掌握的是我未来幸福的开关吗？要不是我反应快，就毁在你手上。是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怎么了？把这件衣服处理掉。看着。哎，这料子挺好的啊。我跑什么呀？来无影去无踪，跑的居然比我还快，究竟在躲什么？你真的考虑清楚了？我决定和你并肩作战。行，这么淡定啊？我淡定吗？昨天你知道我要走的时候，明明很生气啊，怎么现在看起来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那你希望我有什么样的反应啊？月月，你看现在办公室里也没人，我们两个是不是可以说悄悄话？就是因为没有人，所以我们才需要大声的说话。月月，我喜欢你。我好想知道。那你呢？我一直都想问，你对我是什么感觉？你明明知道我现在有婚约在身，我不介意，我只介意你是不是也喜欢我。你知道我是关心你的。关心是喜欢的意思吗？关心就是不讨厌的意思。不讨厌也是喜欢的意思。除非我顺利解除婚约，否则我现在做的所有行为都是对温晋城的不尊重。哎，可是你也知道，这个温晋城实在太故弄玄虚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好好当面跟他解释清楚啊。这还不简单吗？我帮你约。您终于打算要告诉他您的身份了？他已经起疑心了。他现在才起疑心，也算是反应相当快。这么说，你又不准备走了？我还有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事儿？帮我个忙。那您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说呢？帮我做件事。翟姐，给吃饭。桂姨啊，啊离家进城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还能有什么事儿？当然是解约的事儿了。你帮我转告他一声，我觉得他这个人吧，有一点不按套路出牌，记性也不太好。所以呢，你看，解约协议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名字我都已经签了，他回来随时在上面签个字就行了。啊，我会帮你转达的。哎，小翟姐，
那你这么着急解约，是不是有别的男人啊？哪有什么别的男人啊？怎么没有？温经理呀，你别瞒我了啊！我看着都真真的。归于我呢，还是那句话，那你和温经理那是郎才女貌、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。没有，你别想多了，你到时候帮我转告他。还有，这个是他昨天落下的，你帮我还给他吧。扣子，好，多吃点儿。这么好的衣服，说不要就不要。说不要就不要了，这也太浪费了。睡了吗？没有。我今天来是要跟你签协议的。你同意啦？没错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你问。你有喜欢的人了吗？有。谁？温经理。我就知道。你不生气吗？生气？我当然生气了。你背着我喜欢上别的男人，况且你也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妻。说吧，你有多爱他？能为他不顾一切吗？所以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们呀？看来是下了决心的。不过这温经理虽然抢了我的女人，但他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输给他我不丢脸。看你演到什么时候？绝对不比你爱他少。遇到这么爱你的人也不容易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不管以后他做错什么，你都要包容他，原谅他。这一点你能做到吗？你能做到吗？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其实我今天来有个东西要送给你。这么巧啊？这是送你的礼物，既然礼物已经送到，我就先走了。别走，不准走！说为什么要骗我？月月，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我是温近真，你也没有问过是不是？还狡辩呢！这明明就是你设的圈套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就我被蒙在鼓里面。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你。你不是跟我说，乱了顺序的感情就不纯粹了吗？我害怕你知道我是温锦这以后，依然想解除这段婚约。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对这个婚约的排斥，我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你。那欺骗就纯粹吗？我还生怕你因为我被开除，生怕你想不开，该想不开的人是我吧？我就像个傻子一样，我怎么这么笨呢？月月，你本来就不聪明。其实，你心里是爱我的，对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爱上一个骗子？那你做的一切都已经证明了呀。我那是出于对上司的关爱，出于对朋友的关心，换成是笑容，我也会这么做。他能跟我比吗？至少他不会骗我。哎，莫非成事儿了？嘿嘿。哎，小月姐，你怎么了？连你也骗我，
我没有，我这，哎，完了完了，露馅儿了！哎，他人呢？跑了！哎，快去追呀！算了，啊，给他点时间冷静一下吧。我在外面有野男人，我是因为他才逃婚的。野男人？哦，你干嘛？有我演了。这是我朋友。哦，该不会是你跟我提过的野男人吧？为什么我到现在才反应过来啊？我这脑子……妮卡，咱们两个呢，好歹夫妻一场，解除婚约可以，但是你晚上得陪我一晚上。那这个人又是谁啊？居然找人演戏来骗我！谁啊？小荣，解锁。哦，我现在算是无家可归了。哎呀，你经常无家可归，我都习惯了。说吧，又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我呢有一个朋友，她被包办了婚姻，然后嫁给了一个陌生男人。然后我这个朋友吧，可能也是太优秀了，这个男的对她一见钟情。可是这个男的又怕唐突了我的朋友，于是就假扮成我朋友的领导去追求她。可现在问题来了，我朋友知道了这个事，请问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，你会原谅他吗？当然原谅他啦。你想想，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费尽了所有的心思，可见这个女人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啊。当然，你那个朋友怎么想的呀？他有一点生气，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不好意思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就是我朋友在不知道他身份的时候，两个人可能会有一点点亲密举动，一点点的亲密举动啊。是啊，没有，你别想太多了，思想单纯一点。那就是亲亲抱抱举高高喽，差不多吧。这有什么的？成年人的恋爱嘛，很正常啊。可是你想一下，你说白天这个男的占你便宜，晚上另外一个男的开你油，这重点是他们还是同一个男的，难道你就不会耻于见到他这张脸吗？会是会，是吧？那跟你无家可归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你等会儿，我接个电话。所以，你刚刚说的那个朋友就是你自己，文静里就是那个男主角，是谁跟你说的？月月，你在你朋友家就好，你别生气了。你不能出卖我，小月月，你绝对不能原谅他啊！没想到他是这样的温经理，满嘴火车阴险狡诈，套路都是套路。你这个脑子，你结了婚怎么玩得过他呀？可你刚刚还不是那么说的，你说可以原谅的。刚刚不重要，重点是，他怎么能够骗人呢？我还以为他真的是温经理，他倒好，一个老板为了泡妞，全公司的人陪着他演戏，他这是无视工作岗位的神圣性，无视我们每一个认真工作的员工，工作有多辛苦啊！气死我了，真的气死我了！消气，你不要生气了啊！多喝水。太不敬业了！是，我太不敬业了，拼死拼活。淡定，生气伤身体。
唉，终于把你给换回来了。老板，小袁请假了，只要没有辞职就行。请了几天啊？应该算是请了年假。他刚来没上班多久，年假应该没几天吧？人事部经理说，他请了1年的假。什么？1年？这都能批？这人事部经理不带脑子上班吗？温经理，你说让我尽量满足他的所有要求啊！我看你不仅没带脑子来上班，你连眼睛也没有带。我先上去了。哦。他人呢？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，还在生气啊？我不能说。那我现在命令你说。温总，您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人，您有命令我做事情的权利，但是仅限于工作范围。刚刚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已经超出工作范围，因此我不能说。你就不怕我开除你？怕。但是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，用人单位开除劳动者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：第一，劳动者严重违反公司制度；第二，劳动者与其他公司建立劳务关系，并且严重失职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。通知人事部的人。温总，如果您开除我的话，我就没有钱交房租；我没钱交房租的话，就会无家可归；我无家可归的话，那小袁就……行，算你狠。回你的法务部去。谢温总。老板，我去问。我都问不出来，你行？哎，小姑娘，你站住！哎，你别跑啊！哎，你跑什么？我这能有这么辣眼睛吗？放开！你追我干嘛呀？我就是想问一些事情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小袁下午5点去乐园超市买菜。这个我们知道。他没有生气，他就是和我一样耻于看到温总这张脸啊！不是，我是耻于看到你。不是我在说什么，反正你别追我了。啊？耻于我？耻于看到我这张脸？没错，大概是还没有原谅你。没道理啊！他明明是喜欢我的，而且我也道歉了，也给他时间消化。这么久过去了，也应该消气了吧？难不成是太喜欢了反而羞涩？哎，您不会是他的初恋吧？初恋一般都有这么一个害羞的阶段。这么说就没错了，他应该是害羞了。害羞？他就是和我一样耻于看到温总这张脸啊！不是，我是耻于看到你。既然他这么羞耻于看到我这张脸，那我就让他好好的适应适应。今日头条：温氏集团总裁温敬晨首次公开接受采访。作为温氏集团的第1继承人，温敬晨为人一直十分低调，网络上也鲜有其资料和照片。我们也就温总此次露面进行了特约采访。下面为您播报此次采访内容。温先生，您这次突然接受媒体的访问，是在为城关商业区开发的竞争做准备吗？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。那还有另外的原因是？另外一部分是私人原因。不过我下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才会告诉大家。下次，他不会是在跟我喊话吧？还是我太自作多情了？小圆圆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我今天可是为你得罪领导了啊！你都不知道，温总他对我威逼利诱，我都没有对他说半个字。你真的没提吗？那他怎么到网络上来跟我喊话了？那你看看，还挺上镜啊。难道这就是他的先发制人，然后诱敌深入，最后一举拿下？
什么意思啊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出卖你。我就是跟林助理说，你可能始于见到他。你这还不叫出卖啊？温总，温氏集团未来的发展是怎样的？温氏集团呢，会在原有的地产的方面的基础上呢，做一些新的拓展，包括……疯了，这人我认识，现在操作越来越密。巧了，这人我也认识。这么巧？我弟弟啊。难怪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？不行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行了吧？你弟谈个恋爱，你还要管他？控制欲太强了。哎呀，喝你的酒吧啊！他是你弟？嗯，那你知道袁思雅吗？哈，你说的是我弟弟要娶的那个女人吧？我这些年呢，一直都在国外，所以很少跟家里面联系，不是很清楚。你跟我说你喜欢的那个女人，不会是我弟妹吧？啊，那就好。你不会还在找那个女人吧？哎呀，我说兄弟，你醒醒吧！你就算找到这个女人，怎么样呢？你非得让这个女人站在你面前，亲口对你说出她不喜欢你、不爱你。万一她对我还……没有什么万一，你自己不是也说了吗？但凡她对你有一点点的在意，她就不会躲着你。是，我知道，你别再说了。好，那从今天开始，你不提，我不说，你也不要再去想。从此以后，不要因为这个女人让你再一蹶不振，不值得。没有人，这个跷跷板怎么会晃呢？月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逃避是弱者的行为，而选择勇敢面对。什么？勇敢面对。这不是我梦境中的跷跷板吗？你可千万别晃啊！是我，月月，是我，是我。你这大晚上干嘛呢？刘佳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
你都已经128个小时没理我了，在这128个小时里，我已经练就了100米冲刺跑只要11秒的成绩。这次，你跑不掉了。幼稚。是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幼稚，可能就是从第一眼见到你开始吧。哟，还赖上我了呢？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我身上没有的特质。我觉得你傻傻的，非常可爱，所以才忍不住的想要逗你。因为我可爱才想逗我，那我可爱还有错了？是我的错，要么你揍我吧，狠狠的揍我，把你对我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出来。来，往这儿打。你真以为我不敢打你啊？反正打伤打残了，下半辈子还是由你来照顾。我们可是有一纸婚约的。也是，打伤了我还得赔钱。所以你是原谅我了？看你表现吧。这个我之前就想要送给你。你不是说月亮和太阳永远不能见面吗？这不他们就已经见面了吗？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正式见面了？想告诉你，心动的原因是你，心底的秘密是你，全世界都不如你。你的关心，你的宠溺，让我有勇气告诉你，我真的喜欢你。你好，我叫温晋晨。巧克力盒子里藏的惊喜，有多少的运气和你相遇？温总为了追回未婚妻，居然去练短跑，这么低调的人还参加了公开采访。哇，温总也太会撩了吧！原来这就是感情保鲜的秘籍。可不是嘛，听说他们俩明天要回公司了，办公室恋情，霸道总裁追妻记，太会玩了吧！行了，别八卦了，都工作吧。哎，行，知道。人人都会幻想虚化的美好，却忘了脚踏实地把报表做好。他俩要是好了，那我这个棒打鸳鸯的不会被炒掉吧？老板，和天意的合同已经落实了，这里需要您过目一下。行，你先出去吧。嗯。第一次这么光明正大的看他，原来这就是他认真工作的样子啊！长长的睫毛，高挺的鼻梁，性感的嘴唇。明明回来要结缘，结果对象居然是自己喜欢的人，老天爷这不是在玩我吧？你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是打扰到你了吗？不会啊，你坐在这里啊，我工作效率都提高了。我有一件事情想。你是不是欠我一个东西？我欠你什么啊？定情之吻。哎，这里可是办公室啊！我们关系是合法的，你怕什么呀？可是万一被人看到了多不好啊！这里可是总裁办公室，没有人敢进来。你们俩干嘛呢？不是，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！我今天要是不来的话，那这个公司是不是就成了你们嬉戏打闹的游乐场了？
还有那个袁思雅，你说我让他到公司干嘛来了？是让他耽误你工作的吗？爷爷，他没有耽误我工作。我呀，原以为她是一个什么天才的少女，可是现在看来，她对咱们公司丝毫没有帮助，是我看走了眼。你现在马上让她给我回去！当初让我跟他结婚的人是您，让他进公司的人也是您，现在您让我把他开了，下一步是不是让我跟他把婚约也解除了？是啊，我值得庆幸的是，还好你们没有真正的结婚，要不然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，那该解除婚约的就得解除婚约。那您要是把他开了，顺便把我也开了吧。爷爷，您没事吧？爷爷，我的人生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？我向您保证，一定不会耽误工作的。下次开发城关商业区的开发权，我一定会拿下。好，那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你要是拿不下，那你就得听我的。我让他走，他就得走。一言为定。原来刚才那个就是你爷爷啊？他来找你干嘛？他就是来督促我一下，顺便来看看你这个孙媳妇。那他是不是对我很不满意啊？没看出来，你还挺有觉悟的嘛。他真的对我很不满意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那我还是自己辞职吧。你个笨蛋啊！我呢，不要别人觉得，我只要我觉得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刚才没完成的事情完成啊？这，要是再被人看到了，多不好呀！我保证这一次，不会有任何人打扰。打扰一下，你被开除了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我做这么棒打鸳鸯的事儿，这下好了，肯定是要被炒鱿鱼了。哎呦，怎么办呀？你先别着急，他肯定就是吓唬吓唬你。小圆圆，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，我还有1个月就转正了，我好不容易进了温氏集团，我费了多大的劲儿，你救救我呀！谁来救救我呀？我都快被温董事长拉进黑名单了。你也要被炒了？我倒是想被炒，这样我就不用背上一个祸国殃民、红颜祸水的罪名了。这里是办公室。我们的关系是合法的，这里可是总裁办公室，没有人敢进来。不行，再这么下去，我非得缴械投降不可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不会被炒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呀！这个剧演的，哎呀，我要是这样该多好！妈呀，你们终于和好了呀！啊，哎呦，该配合你们演出的我也演到极限，天天逼一个爱你们的人进行表演。桂姨，我还没说你呢，说为什么要帮着他瞒着我啊？小妍姐，这也是我的职责呀。那我要丢了职，我不就丢了饭碗？我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们小两口快啊，在这歇着吧。啊，我先追我的剧去了。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怎么办？到底要不要跟他说？说了，要是温家告我们怎么办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想什么呢？你能跟我说说，
当初为什么会同意这门婚事吗？原因很简单啊，商业联姻嘛，人总要结婚的。在我心里，跟谁结都一样。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婚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，你这么想也太随便了吧？你不也一样吗？你要是自己能做主，你会逃婚吗？更何况对方是个又老又丑，那方面还不怎么行的男人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是有原因的。我们都是出生在一个同样的家庭，从小就被灌输着以后要做一个优秀的人，很多事情我们都做不了主的。我爷爷最常在我耳边说的一句话就是：晋晨，你不能这么自私，你要为了整个温氏集团而活。搞得一度我自己都这么认为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您告诉我，人生只有一次，要为自己而活，所以你就逃婚了。你不也逃婚了？我那不是逃婚，我是迟到。其实你早就不满当时的生活了，对吧？没错，也正是你这句话让我意识到，我之前的日子可能都白活了吧。那你现在明白也不晚嘛。我喜欢的是你的内心，不是你的外表。就算你整容了，我还是喜欢你。我没有在跟你闹着玩，如果这一切都只是在跟你开玩笑，你面前的我也不是真的我，你会怎么样啊？所有东西都可以是假的，只有你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最在乎的人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先进去洗澡了。一起啊！月月，继续跑！让我进来！走开！谁要跟你一起洗澡啊？哎呀，我们都已经同居了，一起洗澡不是很正常吗？谁规定的同居就要一起洗澡啊？你无理取闹吧？得了，夫妻间一起洗澡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吗？赶紧收起你的小心思。行，你这么坚决，我就不勉强你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现在光明正大的住在一起，他要是对我动手动脚的，我都没有反抗的余地。他对我动手动脚倒还好，重点是，袁月月，你能不能把控住你自己呀？啊！刚才跟你一起洗澡你不同意，现在我要跟你一起睡觉。睡觉？谁要跟你睡觉啊？夫妻不一起睡，难道还分床睡啊？好，你想睡就睡，我去外面，让给你啊。哎，你要是去外面睡被桂姨看见，桂姨可得告诉爷爷了。爷爷到时候以为我们感情不好，再告诉你爸，你爸再来找你，你怎么解释啊？算你狠！你真不过来睡啊？哎呀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哼，想色诱我？不可能！我过来睡可以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不对我动手动脚。好，我答应。哎，快过来，来。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妥协了？月月，该对天发誓的人是你吧？答应我，一定不能对他动手动脚，哪怕他再撩拨你。刚才那次是有点不太舒服，这样舒服多了。哎，这漫漫长夜呀，月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明天早上能不能给我做个早饭啊？不好意思，条件反射。我知道，毕竟你没谈过恋爱嘛。
谁告诉你的？难道你和裴秋哲谈过恋爱？快跟我说，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？他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？我们两个很纯洁的。不是，我跟他没谈过恋爱。那你还喜欢他？早就不喜欢。这还差不多。以后别人要是问你啊，你必须得说你的初恋是我，啊，把那个小子从你的人生经历中给我去除。幼稚。好了，睡觉吧。你干嘛？别动，好好睡觉。不行，完全招架不住。我要控制我自己，我要控制我自己，我要控制我自己。我要控制我自己。你猜桂姨要是听到你的尖叫，她会怎么想？而且你看，可是你在对我动手动脚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条件反射嘛。我去洗漱。哎，早啊！他人呢？啊，说是早上约了同事出去了，又跑，一脸娇羞的跑了，优秀。搞定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两个人就要并肩作战啦。像我寒窗苦读18年，大学稳定 GPA 4.0，本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，没想到最后还是要靠关系。怎么能说是靠关系呢？你想想啊，优秀的人就应该接触到更优秀的人，那有多少人能够接触到像温总这么高级别的管理人才呢？你呀，正是这公司中的万中挑一，这正是你鱼跃龙门的好机会啊！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有点道理哦，是吧？那我就勉强接受这命运的安排啦。小圆圆，答应我的 title 可不要忘了哟。放心吧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温氏集团总裁办公室私人法律顾问、首席督促指导员、总裁特助、首席咨询师兼参谋长，名片我都给你印好了，在这儿呢。整个办公室散发着迷人的味道，未来的日子请多多指教，互相指教。指教什么呢？我这里是办公室还是教室啊？温总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新招的助理。你一个助理招了一个助理，这是专门找了个电灯泡。是这样的。我觉得我作为您的总裁特助，在很多方面业务能力还不够成熟，尤其是在法律方面更是一张白纸。那文军哥他那么忙，我也不能天天找他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急切的需要一个在这方面有专长的助理来辅助我。你有什么事情要涉及到法律方面？工资方面你不用担心，我自己从腰包里掏。
变得这么大方啊？你看这样行吗？你回法务部去。他昨天已经被你开除了，开除的地点就在这里，所以他现在是我的人了。你非要这样吗？没错。袁特助，你今天的工作安排我已经根据温总的工作安排好了。再说绕口令啊！辛苦啦。你去找一下人事部张经理，让他安排一下下午面试的事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这件事是我在顶，我去吧，你快去做去吧。哎，不用，还是让龙助理去吧，我刚好带他去熟悉一下项目部。不用你带，我自己会去。他都说了不用你带，我去就行了，你们回去做吧。哎，不用，还是我去。哎呀，我去。停！林秘书、龙助理，你们两个去。任特助，你留下。你别跟着我。哎，这可不是我跟着你，这是老板明确给出的指示。行。哎，龙助理，我是长得很难看吗？以至于每次看到我都受到那么大的惊吓？反正不好看。哎，我不好看。我妈说我从小就长得像蔡国庆，你敢说蔡国庆长得不好看吗？你能不能不跟我说话呀？哎，龙助理，我较真了哦。让你做了吗？过来，我让你过来。我看你现在挺生气的，为了保证我的人身安全，我还是不过去了。你真的不过来是吧？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。行，你不过来，我过去。我知道了。好，我已经安排了3点钟开会，这是下午面试人的资料，麻烦您带上去就行。好，我跟温总汇报一下，辛苦您了。您慢走。好。慢着，你先别上去。为什么呀？温总还等着我回信呢。他不急。你又知道了？你姓温呐？我跟了温总这么多年，他那点小心思我还摸不到。妹妹，你听我一句劝，现在先别上去。谁是你妹妹啊？我是总裁办的私人法务，你让我不上去我就不上去，耽误了工作你负责吗？我又没让你一直不上去，我是说现在先别上去。为什么现在不能上去呢？工作讲究的就是效率，我好不容易从底层爬到总裁办，我一定要好好工作，好好表现给温总看，这样才能对得起小袁，对得起我的良心。我不跟你说了。哎呀，我让你别上去，你就别上去。你走开。可以，但不是现在。林秘书，你有私心哦。我能有什么私心？我知道我过分优秀，你怕我超越你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你也想的太多了吧？我不让你上去是因为……你怎么就看不懂眼色呢？不是你想啊，我一个私人法务，你一个总裁秘书，我们不存在竞争啊。我只想好好工作，不会抢你功劳的，放心啊。你还真懂事。林秘书，
哎，秀秀哥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他是不是有人格分裂啊？有人格分裂的应该是我吧？我才是那个一人分饰两角的家伙。你打算继续上去啊？以袁思雅的名义？唉，我现在只要一看到他，况且你也是无辜的，我相信他只要是真心喜欢你，就一定会站在你的角度去理解你。月月，我喜欢你。我还想知道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你，我就要搬到这里来住，跟你慢慢的培养感情，直到你愿意跟我坦诚相见为止。你说的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懂了。不过他这样想，我也能理解。不是你想啊，那你们呀，现在只是合约上的关系，那不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呀。那小袁一看，就是一个懂规矩的好姑娘。她现在搬过来跟你住在一起啊，你们两个人孤男寡女啊，干柴烈火，那想多了也正常嘛，不是？我就是想学习。我懂，像你这样子一个未经世事的女孩子，面对老温这样一个如狼似虎、欲求不满的中年男子，肯定很慌吧？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，我有经验，我是过来人。你跟我说，他到底对你做了哪些魔鬼般的举动？你猜猜呢？想来也是魔鬼中的天使啊！年纪大了没什么不好的，会疼人，注意分寸就行了，是吧？文总早上好，我去上班了。劳动法是保护劳动者的法律。还是我们员工维护利益最有力的武器。继续。是个好东西。这就是你学的啊？昨天主要是知识点普及，没讲得这么透彻。袁思雅，我有那么吓人吗？你整天害怕我，害怕到想方设法来躲我呀？我不是害怕你，我是害怕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。什么？说清楚点。总之，你今天下午就会知道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好话不说第二遍。另外，我一会儿请个假。小柔，人家要去告白了。和谁啊？还能有谁啊？你不是说我最近一直躲着温总吗？其实啊，我就是想偷偷给他制造一个惊喜。你可千万不要说漏嘴了。一个优秀的员工，工作时间应该是争分夺秒的，浪费在儿女私情上 ，boring。你看我像优秀的员工吗？不许说出去。叶总，时间快到了。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你跟温总说一下，今天会议取消了。老板，叶总的助理说叶总突然身体不适，会议可能要另行安排时间了。知道了。老板，怎么了？要不您还是让龙助理上来吧。对啊，你不说我都给忘了。你问问他，月月有没有跟他说他去哪儿？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现在还不能上去。为什么还不让我上去啊？我也很同情你，但是老板说了，你要想上去，除非说出小袁的下落。还要跟我表白？千真万确，不信您可以跟龙助理确认一下。像我一个法律系的高材生，居然靠卖猪求荣来保住饭碗，可悲呀！想不到小袁真的开窍了，这下您可以放心了，人家可没有冷落你，人家心里装的全是你。
到时候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稍微演一演，表现的惊喜一点。要么你去，你先忙，有事叫我。表白怎么能让女孩来呢？那我就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吧。搞定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帮别人准备告白的场景。哎，这样以后你跟别人告白不就有劲？那也得看我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只是你还打算坚持下去吗？我已经在努力的从这段感情里走出来了。好了，不说我了。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，哎，对了，这些照片我都帮你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就靠你自己的了。谢谢哲哥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加油，拜拜。拜拜。唉，文俊，帮我订束花，晚点我亲自去取。我等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么做会不会有预知性？太刻意了。也是啊。师傅，这就是真正的袁月月，希望你会接受它。这些照片是你换的吗？这里的工作人员说系统调试，我只是发了几张照片给他们调试一下系统而已。你无不无聊？这个房间我包了，请你出去吧。我马上就走，不过走之前，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有点俗套，依旧是白马王子跟灰姑娘的戏码。你都说有点俗套了，那就不要讲了。况且我们俩的关系好像并没有好到你可以给我讲故事吧？只是这个灰姑娘没有这么幸运，被王子的爷爷给拆散了。爷爷跟灰姑娘说：“你配不上他。”于是灰姑娘选择离开王子，发愤图强，最终带着自己的筹码回来跟爷爷证明了自己。你跟我说这些，不就是你还没有死心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拿着这些照片跟我示威，我是不会动摇的，绝对不会。温家娶你只不过因为你有天才少女的光环加持，可在我看来，你并没有能力给温氏带来什么。说完了，说完了可以走了。还没。不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关系都想得那么简单，爱并不能成就一切，现实一点吧。欢迎下次光临。谢谢。
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嘟嘟嘟嘟嘟，啊，嘿，对着空气说。温家娶你，只不过因为你有天才少女的光环加持。可在我看来，你并没有能力给温氏带来什么。不舍，认了这结果，你的选择。你跟他说了？我想过，他不仅是我喜欢的人，他还是温氏集团的继承人。所以你是害怕了吗？身在高位，身不由己，是一定的。我还以为你的性格根本不像会顾及这些事的人。如果这单单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，我可以什么都不顾及。可是自从我知道师傅就是温敬晨之后，一切变得越来越复杂了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